快转来到咱台湾高雄有一间羽毛球店去互食名。伫咧网络看讲哦，店无爱做啊，物件是俗俗啊，要来卖，要求人客呢，若要爱就爱加赖来甲问。头家看到是赶紧解说，讲无即个代志，内部105。都民众表示讲，北京店嘛有拄着同款的状况，人家食名爱人客身负定金，甲人怪钱。社群被台联发滚下片的文章，讲是羽球专卖店头家因为身体原因决定关店，要用俗价价求救出清，要求店买人加来问。高雄一间羽球专卖店25起互不明的网友来冒名，世界讲关店出清的假消息，民众真远走来才知影消息是骗人的。优惠的讯息，我们可能不会就是想这么多，是，对，想说就是有优惠可以过来看看这样子。羽毛球看有没有比较便宜，因为羽毛球现在都很贵所以没有要，没有。店家接到真侪来问的电话甲信息，上款是真困扰，赶紧通报169反诈骗专线，并且上网来澄清。头家真生气，传信息问这冒名的人，就是和对方呛声。怕说有消费者在上面被他骗这样，然后可能到时候矛头会指向是我们店家的行为这样，这也难免会造成，如果真的有这种行为，就对我们这里也会蛮困扰的，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商誉的问题。店内羽球杯平均价差不多拢伫1000以上，无可能卖到100块。有网友讲，有其他的店家拄着相款冒名的状况，冒名的人讲爱身负定金为理由诈骗消费者的钱财。律师警告，相关的冒名行为已经违法。以其他店家的名义在网络发表言论，这会构成刑法210条跟216条的伪造文书跟刑事伪造文书罪，均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律师讲，若冒名发文违法，假冒店家诱骗消费者付钱也牵涉诈欺，要过相关出抢的文章常常看，也毋知真的也假，消费者扣赎回进前，上好问一下店家，以免被骗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